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从日本的消失的30年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形势，一方面是 GDP 5%，甚至今年恐怕是4.6%，这么高的速度在增长一方面是各项指标稳中向好，但是另一方面呢，大家的体感是越来越差。我们经常说对吧？日本叫消失的30年，以史为鉴，我们是以日本为鉴，看看日本的消失30年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有一本书叫以日为鉴，它这个书介绍的就是日本消失的30年那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怎么度过这30年的。这个书他说作为东亚第一个从增长型社会走向存量型社会的经济体，日本在这40年中走过了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而这40年中变化其实就是一本人生参考书，或者说是职业错题集。说实话中国经济目前自己有自身的问题，日本有日本的问题，对吧？虽然都是遇到了这个增长中的叫难题吧，或者叫困境，但是它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普通人之间还是可以借鉴的。因为大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收入在下降，未来没有预期，对吧？对未来不看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能真切感受到与日本经济下行期相似的压力，比如说就业机会收缩，生活成本高企，未来不确定性增加。所以很多中国人迫切想从日本的过往中找到能够应对当下困境的深层智慧，也就是找到一些经验也或者就说少踩一些坑吧，说起码给自己的提前准备好防护盾。当相似的挑战来临，我们应该如何稳妥应对？普通人该如何在经济寒冬中站稳脚跟？有没有更从容的活法？这个以日为鉴书中说到他说日本地产泡沫破裂后返乡潮、考公潮、学历贬值、高学历贫困、医疗崩坏、临时工时代、外包等现象接踵而至，那不跟咱们这现在一样吗？是吧？因为当下的我们似乎正朝着相似的方向推进，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这个。作为一本书所以说也可以看一看有什么借鉴的地方，这个都是一家之言未必说的都对，我们只是从中找到一些，对吧？对我们有启示的地方。日本走过的弯路值得我们警惕，从日本的弯路中总结一套实用的生存指南，对普通人而言有益无害。所以根据这个以日为鉴这本书我们可以整理出10条，这个归纳出10条收获第一个呢，就是在学历和技能之间优先选择深耕技能，无论身处校园还是社会，一技之长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个以日为鉴这本书中说受到经济崩溃导致的失业潮影响，学生们厌学情绪严重，认为即使努力工作也找不到好工作，努力学习就未必有好工作。这个跟我们当下的学生完全对应上。我们今年1270万大学生毕业，大部分人都要失业，找不到工作。所以说你学习好坏大概率也是找不到工作。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因为人才急缺，所以学历很重要。但是现在呢，学历重要，学历仅仅是个敲门砖，对吧？是一个证明，说你读过这么多书，受过这个教育而已，就这么个区别。在过去你不管怎么说，学历可以把你带到一个更好的平台，但是在当下恐怕很多人越来越觉得把你带到更好的一个平台的不一定是学历，甚至对吧？你学历好反而成为一个累赘，叫脱不下来的长衫，放不下的自尊，放不下的面子。所以你看很多这个什么清华北大研究生毕业的找不到工作，最后干什么呢？那么多研究生去跑外卖，送外卖，开网约车，一步一步走到这个田地。所以最终给人感觉学历贬值，你还不如有一技傍身有一技之长，对吧？有一项技能更能让你叫游刃有余，或者叫从从容容。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学历和技能应该是同等重要。俗话说叫艺多不压身，技多不压身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个事情。归根结底就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那你不要浪费时间，要么好好学习知识，要么去实践，对吧？学个一技之长，总核心是不要光阴虚度。那么你在这个充实自己，对吧？你在这个不浪费时间的这个过程中只有你是学到了知识，
提高了学历，还是学到了一项技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虚度光阴。它是文章的第二个啊，他说，即便高校扩招，学历贬值，是否继续读书，关键看自己的核心诉求。为就业和财富，文凭未必有用；为兴趣和理想，外界声音不该成为阻碍。这个以日为鉴啊，这书中说啊，日本政府曾推出硕士人数倍增计划，原定10年达到10万人规模，结果5年就超额完成，高峰时更是达到原定目标的2倍多，这直接导致日本陷入扩招、缓解就业、学历贬值、更难就业的恶性循环。这种趋势啊，我们如今感同身受。现在我们正在走这条路啊，现在研究生都在扩招啊。据我所知啊，很多本科大学到了大3下学期，那辅导员就开始要求学生动员学生啊考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啊，动员学生只要填个考研，他不就不用找工作了吗？就不用尴尬了，学校就不用编那些虚假的就业数据，然后那些大3的学生就开始闷头考研。不管适合不适合考研，反正都考，要么就是考编。实际上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啊，考研究生已经成为一个就业的蓄水池。关于这一点啊，我个人建议啊，你作为应届生啊，本科生就要找工作和考研两手抓。当然你把考公算上也行，就是不耽误找工作，不耽误考研。有人就说了，我要考研的话，我就没工夫找工作；我要找工作的话，我就把考研放下了。我觉得这个你对自己要求太低了。如果你是一个码农，对吧？你现在找工作，同时准备考研，叫2不误。如果你运气好，找到一个大厂的工作，别说大厂吧，一个月给你8000，就当下这个情况啊，那你就去上班啊，对吧？先去赚2年钱再说啊，养活自己，体会到什么叫独立，什么叫自立。然后在上班的过程中，你再看看自己还想不想考研。如果你觉得上班不行，要么就是工资低了点，待遇不好，或者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那你在边上班边考研啊，对吧？甚至或者你辞职考研，你的认识不一样了，心路历程不一样。所以说啊，应届的毕业生啊，不该纠结考研还是不考研，不该纠结考研还是找工作，你应该是两手抓，两手准备。如果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那你不就剩下考研一条路了吗？没得选择，没有选择其实不痛苦，不内耗啊，因为你没得选择。自古华山只有一条道，你就闷头爬就完了，对吧？人的痛苦是来自于选择，就你不知道选哪个好，看上去哪个都有道理，哪条路都挺好，或者哪条路都不太好，让你选，这就麻烦了，这叫选择困难症。我们有很多人啊，实际上他没有选择余地，他所谓的选择都是自己产生的一个幻想。但你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工作说好也不好，说不好吧还凑合，说工资高吧也不高，说不高吧好像比其他同学好一点。这个时候你有考研，你成绩还可以，你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是选择上班还是选择考研，对吧？但是绝大部分人没这个条件，也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文章第3部分啊，他说啊，考研的唯一靠谱理由是发自内心想学习更多知识，其他任何功利性目的最终大概率都会落空。这个以日为鉴啊，书中提到，科学立国战略失败后，日本社会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大扩招期间产生的100余万研究生与博士如何安置。这批高学历人才因年龄劣势很难在就业市场找到工作。考研啊，实际上既然是很多人不是兴趣考研，是被迫考研，因为他没得选了，那么可以把考研当作叫以时间换空间。因为研究生毕业还要2-3年，这个时候你面临着要上博士还是就业。如果那个时候情况还是不好，你索性啊上博士，读了7-8年，你不感兴趣，差不多也感兴趣了。如果你能培养兴趣，那是最好。如果你还是不感兴趣，但是啊，只要你读了博士啊，这跟你上班是一样的。你上班啊，也就是拿个工资，然后社会上认识一些人，积累一些人脉，大概其就这样啊。人生就是这样，你本科一毕业，你在外面闯荡，70-80%、80-90%的人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对吧？就是捞点工资啊，认识几个人，其实呢，认识人也不一定有用。那你读了博士呢，也一样啊，你积累了人脉，因为毕竟你的同学、师兄、你的老师，那都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是佼佼者，对吧？在一些细分行业啊，那一定都是佼佼者，都是在总体上它肯定是处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所以你博士毕业的时候，你的人脉啊是很厚的，那就无非看你怎么利用这个人脉，怎么挖掘，怎么利用。当然你要不会，对吧？那你是白读了。大家也知道那个田朴珺呐，田
钱小姐为什么上这个什么长江商学院是吧？还是什么 EMBA 我不知道，反正总之啊，她为什么要上这种地方呢？那不就是高端交友吗？不就是资源吗？一年花几十万上百万的学费去上那个，你上博士花不了多少钱，上了博士还有对吧？多少还有点工资啊。说白了，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高端交友平台，要么你就把它当做学术，对吧？你感兴趣，你钻研，你成为一个细分领域的一个大拿，别人都为你马首是瞻，对吧？那你就成功了。要么你就当做一个高端交友平台。他这个文章第4部分啊，他说啊，躺平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红利，但绝非摆烂，而是放下名利心后的从容沉淀。对我来说啊，躺平是一种自嘲，这个世界没有躺平，没有所谓的躺平。所以有很多人啊喜欢这个望文生义啊，也看到躺平这2个字，对吧？我经常直播的时候就看见好多人傻傻的，一看就是九漏鱼啊，就是9年制义务教育没教育好，看见躺平这2个字他就认为是摆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躺平的人，你就去看看那些捡垃圾的，他能躺平吗？你看看那个住在桥洞下的，他不定时他再出来捡垃圾，他到处他要不捡垃圾不翻那垃圾桶，他吃了都没有。三和大神你去看看，他还定期的在接那个日结的工作。所以说没有绝对躺平的人。我老家我们隔壁邻居比我大个10来岁，小时候的时候那他是我们村里面的小孩子这个心目中的一个偶像，也不叫偶像，叫英雄人物啊。为什么呢？他长得壮，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都是每个人都是干小瘪瘦，你知道吧？因为营养不良。但是他长得壮，他还比我们大嘛，然后他力气又大，然后他还抓蛇。按照现在的说法，那这个标准的这个精神小伙。结果后来啊，也不知道受什么打击吧，应该受了点刺激，他老婆跑了，带着孩子，然后父母都死了，就剩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妹妹，妹妹远嫁出去了，那他就剩他一个人，他就是什么活都不干，就是躺平，所谓的躺平。然后他那个屋倒房塌的那个房子里面，反正我也没进去过，据进去过的人说啊，那里面就不能站人，里面全是垃圾，只有他睡觉的那一小块是空的，是有个人字形空的，就这么一个人。但是在我看来他也没躺平啊，因为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不见了，拎着个破袋子干什么呢？出去捡垃圾去了，捡烟头抽。据村里面人说啊，他每天大概走20公里，因为村民在不同的地方都碰见过他，那把这个村民们说的这地点啊合到一起，对吧？发现这家伙每天步行至少20公里，那哪有躺平的人呢？所以说啊，躺平更多的是一种自嘲，是一种自我对比，对吧？是自己跟自己比，你相比较以前你是躺平了，没有以前那么努力，或者说啊叫没有以前那么执着，没有以前那么我执，很多事情看开了，所以叫躺平。有很多人这个智商偏低啊，一看躺平就说你财富自由，就是啥也不干，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你找一个出来。所以说啊，一看到躺平就认为财富自由，就认为他什么也不干，就认为是摆烂，这种啊都纯粹是那种跟认为皇帝啊拿金锄头干活是一个道理，是自己认知太低啊，见识太少，说出来话像幼儿园小孩说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不自知。所以你在直播的时候，只要一看着上来问你啊，为什么躺平啊？你有多少钱了？你财富自由了？这种就是非常浅薄。另外啊，躺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内耗。第5个部分呢，他说万物皆有两面性，人多则利益稀释，人少则机会凸显，切勿盲目跟风，找准自己的核心目标才是关键。这个以日为鉴啊，书中说啊，泡沫破裂后，日本迎来了接近10年的考公热，公务员暴露比超过1比30，但随着此后持续的低薪与工作量升高，公务员逐渐被日本年轻人所抛弃，如今暴露比仅为1比3，这一变化实在令人唏嘘。泡沫经济时期，考公务员被视为人生失败组的选择，泡沫破裂后，公务员因稳定性成为香饽饽，可随着报考人数激增，又变成了钱少人事多的劣质方向。这一次次的风潮变迁告诉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铁饭碗，所有事物都会在时间推移中发生变化。如今我们似乎再也无法信任外界的任何承诺，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中，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所以千万别盲目跟着人群走，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明确核心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像大雾天里手中的激光手电筒，始终能指引方向，让你不至于迷失。他这个部分说的是对的啊，就是没有什么铁饭碗，你不管在哪儿，在我们这儿公务员跟普通的人呢还有鸿沟，但是这个鸿沟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时代的推进，这鸿沟是越来越小，对吧？如果鸿沟越来越大，那就跟伊朗一样，对吧？自己选择吧。所以我对年轻人的这个建议啊，考公和考研是一样，
是不得已而为之。你要这种心态，就是说我现在找不到工作，那我没办法，被逼考研，被逼考公。如果你现在就已经找到一个工作还不错，那也没必要去考公啊，对吧？如果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那就考公啊，就这么简单啊。只是考公之后你上班，你说我上了3年5年，我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养活自己，完了我也看到了好的机会，有企业要我，那你可以辞职啊，这没有人说不让你公务员不能辞职啊，这就是所谓的骑驴找马，对吧？所以不要刻舟求剑了，就不要把自己限制死了。如果你考了公务员，你发现你挺适合干公务员的，这份工作啊，虽然事儿多的吧，好像工资也不太高，但是适合你，那你就接着干呢。所以无论是考研考公，不要把你的这个后半生啊，好像就定格在某一个选择上面，你就不能动了，对吧？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就是说我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可期，就未来的路变化多端，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或者叫一切叫相机行事，根据时代发展我再做调整，这个一直是我的观点啊。所以我一直强调什么考大学选专业，不要把那个太当回事啊，除非你是说我这一辈子我就要研究，对吧？我现在已经知道我喜欢什么了，我高3我高2我就知道了，那你就认真的去选专业，否则的话，对吧？什么专业什么学校，你不要被那个一下给你定格死了，我就因为一次错误的选择，或者我这后半生50年就一成不变吗？这是错误的啊。所以啊，在经济低迷的当下，我们考研考公很多时候都出于一种叫无奈的选择。如果华为要你，对吧，一年给你30万，你跑去考公干啥呢？这里面我有说一说那个前一阵子闹得比较凶的福建医科大学，是吧？那个护士啊，跑得最快的护士张水华，是吧？这个事情出来，我就建议他辞职啊。做护士是迫不得已，对吧？混口饭吃，虽然有编制，但实际上那个饭也不好吃啊，也很累，工资也不高。结果他马拉松他已经跑出成绩了，对吧？经常拿冠得奖，他就完全可以抛弃那个所谓的编制。马拉松又是他的热爱，你说你又热爱马拉松，完了马拉松你还能赚钱，你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吃饭的饭碗，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结果他还死守那个编制，给别人还带来不方便，因为那个编制要求你得，对吧？得倒班，没有什么周6周日国庆节什么的，跟他的马拉松是起冲突的。你看现在这个跑得最快的女护士想明白了，辞职了。他早就该辞职，他不该闹这个风波出来，对吧？这就是很多人他想不明白，总是抱着那个编制不撒手。要知道那个编制是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没办法选的，该抛弃的时候义无反顾啊！这个文章第6部分，身体健康永远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我们要主动保持健康，而非依赖医疗补救。书中详细描述了日本医疗崩坏的4个阶段：突如其来的老龄化与医生不足，控费改革与医疗费亡国危机，医疗不信任与巨大的医患矛盾，医患互害时期。你看看啊，这书中写的不就是咱们当下吗？我看今天好像是哪个中医院啊，我把名字也忘了，居然贴出一个告示，要求各个科室啊不严禁接诊低端患者，居然把这个病人还要叫低端病人的，这就已经说明这个医患矛盾啊，说明这个医院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了？难啊！什么样人叫低端患者呢？说日本老年患者数量飙升，医生严重短缺，陷入超负荷工作状态，许多慢性病人把医院当成养老机构。咱们这主要是 ICU 病房，对吧？被老干部占了，这是主要矛盾。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只能管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加强自己的身体健康这种锻炼，对吧？烟能戒最好戒掉，不能戒那就少抽，酒呢适量，然后就是锻炼身体。接下来这个时代啊，给我们的红利就是你的身体，你身体好，你就有所谓的这个时代。你要身体不好，这时代再好跟你的没关系，对吧？所以说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啊，唯一你能掌控的，你能马上就改变的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健康，而且你一努力就有效果。其他的事情呢，你努力不一定有效果，但是唯有身体健康，唯有健身锻炼身体，这个你每天都能看到进步。所以说经济越不好，越要锻炼身体，越要强身健体，有个好的体魄。第一个少去医院呢，你就省钱了，对吧？第二个，你只有身体好了，你活得久，你那交的那些钱才能回头啊，对吧？你只有身体好了，未来万一老了啊，你少麻烦别人，就怕你老了又没钱，对吧？你老了一旦没钱啊，没有固定收入，那就是这妥妥的不仅是社会的累赘，又变成子女的累赘。我觉得这个身体啊，实际上比学历还重要。经济下行，你赚不到钱，那只是一方面，由我们的生活不光是钱组成。所以说你看，既有物质的，也有身体健康方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对吧？这些构成了我们
的生活是一个立体，钱只是中间一部分。你说它重要，它就重要；你说它不重要，其实它就不重要。第7个呢，他说多阅读，获取系统化的理性信息，远离被情绪渲染的碎片化内容，避免被他人带偏认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知识、认知、精神层面也很重要。所以说我一直强调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只是影响我们物质这一块，对吧？我的工资低了，或者我失业了，找不到活，只影响了你的这一部分。但是你的身体，对吧？你的认知、你的精神层面跟这个没关系，对吧？你可以完全可以得到提升。如果因为你经济形势不好，对吧？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这个就业难，然后你身体也垮了，然后精神萎靡，那是真正的垮了，对吧？认知越来越低下，然后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滑向基本盘。有很多人实际上他就是基本盘，但他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有一个人评论说他也是乌粉，他支持乌克兰，但是他容不得别人批评国家，认为你批评国家就是叫崩溃论，叫唱空，这个就是典型的基本盘而且这种基本盘很可怕。为什么叫很可怕呢？他说他还给乌克兰捐款，就这种人可怕在什么地方？他打着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对吧？跟我不一样的那叫唱空，但是他也把自己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我给乌克兰捐款了，我支持乌克兰，就这种人是最可怕的。当然这是题外话所以我们要理性，对吧？远离那种碎片化的内容，避免被别人带偏认知、带节奏，这就是我做节目的初衷，对吧？我对任何热点问题我都要两面看，我不能被人家带节奏。但很多网友一看网上热点就来火，你就被人利用了。第8个他说经济低迷时期，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低成本娱乐依然有广阔市场，花小钱办大事，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和情绪价值。出海更是值得把握的机会。他前面咱就不说了后面出海，我觉得年轻人如果你能走得开的，如果找不到工作，那就大胆的出海，对吧？这就是第一个说的有一技之长，你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学历呢，那都无所谓，主要你有一技之长，那你要么选择去发达国家，要么去，对吧？那些带富裕国家，但是尽量不要去那战乱的地方。等到你确实这个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对吧？有了抗风险能力，有了随机应变，那你这个时候说我去一些，对吧？相对危险，但是呢高风险高回报的地方，那是后面的事情，对吧？作为一个小白刚出海，还是去那些人身安全有保障的地方，不要去什么柬埔寨、缅甸，对吧？也不要去什么那儿正在打仗的什么索马里那些地方。第9个拥有全球化入 AI 的大趋势，学一门外语，善用科技工具，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拓宽生存空间。这个没毛病你这个简单点就是要与时俱进，你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老沉浸在10年前、20年前，你要看到现在，对吧？现在的大趋势，我们要了解大趋势。第10个他说人生就像串项链，每段经历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珍珠，唯有用心收藏，精心串联，才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珍贵项链。这个说的就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一点。我个人的经验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用心付出，尽最大的努力，接受最坏的结果。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不后悔，这个就是成功，这就是幸福。如果你一回首往事，你在那拍大腿说我当初怎么样就好了，我当初要这样就好了，当初那样就好了，我当初不该这样，你这个人呢，你就是有多少个小目标，你也是个失败的人。那个鲁智深，对吧？从来就不后悔，该出手时就出，不后悔，不内耗，为自己的过去的决定买单，坦然接受，坦然面对，对吧？错了就错了，对了就是对的，错了也没什么可怕，你还不在喘气吗？简单点说就是接受不能改变的，改变能改变的。但过去已经是过去了，你改变不了了，那就是接受呗。未来，对吧？或许能改变，所以你尽量去改变，不就这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杜绝内耗。最后这个《以日为鉴》这本书我们总是，对吧？拿日本消失的30年来这个对照，我们跟日本其实不完全相同，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有借鉴的地方说来说去就是在经济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困难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如何度过而已。我看有很多人呢特别着急说是不是明年就好起来，后年就好起来，这房价下跌到什么时候，明年是不是就好了？老是这种心态，你如其天天问什么时候经济好，你为什么不从现在自己下手呢？对吧？改变自己，充实自己。经济好坏、地缘政治、贸易战，这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即便要改变，那也要很长时间，对吧？不会一蹴而就，不是发表一个文章，不是开个会，不是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它马上就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如其天天猜测，对吧？天天在这
这分析，哎，说什么时候好，3年还是5年还是10年，说我们经济就完善了。以前 GDP 10%增长的时候，你能怎么样？你说你没赶上，那你爸赶上了，能怎么样？你还不是牛马吗？还不是普通人吗？所以说来说去啊，什么消失了30年，还是经济低迷，我们作为牛马普通人都要过好每一天，要充实。如果我今年赚不到钱，那我赚到了健康，这也是一大成就。如果我健康也没赚到，但我今天认知提高了，这不也是成就吗？远离了基本盘，这不也是成果吗？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这当然了，结合这个《以日为鉴》这本书，谈谈我的感想啊，也供大家参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